讲他。好哥。啊，你们你想下就不跟着那个，但是杆子没给路，杆子鸟我就去。我要死了的。那是脚我但是，我就怕一那都是车子鸟不着，看自己都是我鸟的。是没那是把路给难的人呢。我的平时鸟，但是我这个不搞啥的起嘛。还讲哎，还讲的是。这熊国人难的是。乡下的大家几把我们这天天拉车子个拉。